再来看这彰化县警察局是来公布去年呢，这县内10大肇事路口，还有路段。这当中，伫彰化市大埔路呢是拢总发生149件车祸，这是县内头名。另外，伫中兴路甲大埔路口呢，嘛有真侪车祸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这主要的原因呢，拢是无保持距离，还有不当驾驶。目前是有针对路口来做改善的工程，预计这旧历过年进前就会当完工。 车来来去去的相车路口，一台奥多拜准备要倒弯，结果直接和对向的奥多拜相撞。这是彰化市中兴路甲大埔路口，继续往头前行，后一个旭光路甲光华街的路口，同款是车流量真侪。民众表示，这两搭因为是相车路，路线复杂，定定出车祸。 因为车流量偏多，然后也有行人的部分，所以蛮危险的。摩托车跟汽车啊，或者是摩托车跟摩托车，其实擦撞都蛮常见的。比较多个巷道吧，那个指示不是很清楚的时候。这里就十字路口啊，车辆当然多啊，没什么在礼让的吧。 根据彰化县警察局的统计，去年肇事路口前10名有9搭拢伫彰化市，包括旭光路甲光华街路口有17件，中兴路甲大埔路路口有16件等等。附近的大埔路嘛是肇事路段排头名的，计共有149件的车祸事故发生。彰化县政府表示，若依照车祸分类来看 ，A1 甲 A2 有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数量其实是下降的。 A 交通部道安平台113年度的来讲的话，大埔路的 A1 加 A2 是75件，114年度的是52件，明显是下降的。路口的部分下降更明显，还没改中兴大埔路路口的时候，它的 A1 加 A2 的肇事件数是39件，改完之后降为14件。 降幅超过50%。官府表示，彰化市大埔路因为点头济、接饭甲上下班时间交通较复杂，车祸主要原因是赛车、骑车无保持距离，甲不当的驾驶行为。那目前嘛，正咧进行旭光路甲光华街路口的改善工程，打算旧历过年进前会完工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